好，今日想介紹一個伸展比目魚肌嘅動作嘅。首先，將我哋隻腳放喺一個平穩嘅表面上邊，可以係一張凳，可以係公園上面嘅石壆。放咗上去之後，我哋慢慢將個人身體，將個重量壓上去前腳。留意有冇膝頭痛啦，膝頭痛可以唔做呢個動作嘅。咁我哋壓咗上去之後，留意啦，我哋個腳踭咧係唔會因為壓上去而升起嘅，繼續平穩地踩上去個表面啦。其實壓上去之後咧，已經感覺到比目魚肌有伸展嘅感覺嘅。咁呢個時候咧，去調校自己可以接受到嘅範圍啦，然之後慢慢地左右搖擺身體，令到比目魚肌咧有一個充分立體嘅伸展。做幾耐呢？大概10至20秒到啦，做3次，咁已經足夠㗎啦。